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42個視頻，介紹演員王心凌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，星盤中冇特別性格。王心凌1982年9月5日出世於中國台灣坑新竹縣，畢業於華岡藝術學校，中國台灣知名歌手演員，被譽為甜心教主。童年時父母離異，佢同細佬跟媽媽艱難生活，曾因家境拮據，三個人分食一份飯盒，就憑借遺傳自阿媽好聲音同堅韌性格。喺高中時如願踏入藝術領域，2003年發行首張片《Cindy Begin》正式出道，次年憑借片《愛你與偶像劇》《天國的嫁衣》爆紅，甜美嘅唱腔與靈動演技斬獲台灣年度收視冠軍，奠定少男殺手地位。2005年《睫毛彎彎》全唱兩岸三感，未06年微笑 Poster 再奪收視季冠。音樂與影視雙軌並行，成為千禧年後華語樂壇與偶像劇界嘅標誌性人物。事業巔峰期遭遇情傷與輿論風波，多段失敗戀情曾俾佢事業跌入谷底，但佢始終堅守熱愛。2011年憑愛上查美洛獲華鼎獎最佳女演員。2018年片《Cinderlux 2》先愛心凌攞下華語5大金榜連榜女冠，逐步實現從甜心到情歌女神嘅蛻變。2022年參加乘風破浪第3季，以愛你喚醒全民青春記憶，最終奪得年度總冠軍，事業迎來強勢反彈。此後佢持續深耕音樂，斬獲微博音樂盛典年度熱度歌手、WMA 微博音樂盛典年度矚目音樂人等榮譽，巡迴演唱會場場爆棚。而家40餘歲，佢未婚未育，將重心擺喺事業同自我成長上。從早年嘅生活磨礪到事業嘅起起落落，始終以甜而唔漏嘅爽音與堅韌通透嘅心態打動觀眾，成為華語樂壇跨時代嘅常青樹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王心凌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